Hello，大家好，好高興又嚟獅子 channel。咁咧最新咧歐洲咧就用咗一個咧新嘅過關嘅 system 咧，尤其是咧你入嚟歐洲嘅時候咧，就將會咧係被取手指模啦、影相啦。咁咧呢個system 咧就叫做簡稱咧係 EES 嘅EU Entry Exit System。簡單嚟講咧，佢已經取代咧以前咧係蓋印章啦，咁變成一個全數碼嘅監控嘅系統嚟嘅。咁啊，你覺得咧好簡單咧？嚟講歐洲過關咧，咁就影下相咧，按下指紋咧，咁簡單啦。其實咧，你每一次入境咧都係被記錄、儲存同埋咧甚至分析嘅。咁而呢個 system 咧唔係短期嘅喎，你嘅資料咧可能會保存3年嘅，變成咗咧每一次你入境同埋離境嘅時候咧，佢都會記錄你嘅護照資料啦，你幾時入境啦，幾時離開啦，邊個機場過關啦，仲有最重要咧，你嘅指紋同埋樣貌嘅。咁換句話嚟講咧，你再唔係一個遊客啦，而係一個咧數據檔案。根據官方嘅資料咧，就呢個數據咧係儲存起碼3年嘅，咁甚至更長。如果你有問題嘅話咧，例如逾期居留啦，資料可以保存5年，而且呢啲資料咧唔係淨係俾邊境用，可以俾咧邊境警察啦、執法機構啦、反恐嘅部門啦用嚟做調查嘅。官方嘅講法咧就話提升安全啦，咁啊防止非法移民，防止逾期居留嘅。咁啊實際上咧有研究同埋評論指出咧，你嘅資料咧係同多個嘅歐洲嘅數據庫咧係交叉比對，每一次過關咧其實咧係一次身份驗證同埋風險評估嘅。簡單嚟講咧，你唔止係被記錄，可能會被評分嘅。咁啊，依家咧 EES 咧只不過係第一步。2026年咧歐盟咧仲會推出一個新嘅系統，就叫做 ETIAS，類似電子簽證。到時咧變成咧你未出發咧已經申請咗呢個電子簽證，入境時咧就再做生物識別，咁啊全程咧數據化咁去管理。即係話咧由入境調查咧變成全面旅客監控嘅系統。因為問題係呢個系統咧理論上就好先進啦，但係依家已經造成咧機場大排長龍啦，旅客咧就 miss 咗佢哋 flight 啦，咁啊系統咧就運作非常之混亂，甚至咧有國家已經暫停使用啦。咁啊問題咧唔係要唔要安全，而係安全咧定係自由咧，效率定係控制咧？歐盟咧係選擇咗更多嘅監控嘅。咁啊，你會介唔介意你自己嘅指紋同埋樣貌咧被記錄咧，被保存咧幾年咧？咁啊，不妨咧留下咧就俾你哋個 comment，俾我哋意見。再見。